舉辦呢個活動同以前嘅分別咧，就係除咗以前一啲去探訪啊，去一啲工作坊去砌模型之外咧，我哋想佢係一個比賽形式，咁變咗佢去準備去參與個比賽過程咧，你個投入度會高啲啦。咁個亮點咧就係我哋今次呢個比賽裏邊嘅題目咧，都同我哋機電工程署嘅工作好有關係，而呢啲工作咧都同市民同埋小朋友嘅生活咧都息息相關嘅，例如一啲機電安全啊、能源效益啊、科技應用等等嘅。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啲咁樣嘅亮點咧，就令到佢哋會學習多啲啦，亦都會希望對將來社區裏邊嘅一啲同安全啊、科技有關嘅嘢會產生興趣啦，將來都有機會加入我哋機電署甚至係工程團隊嘅行業裏邊嘅。我本身對呢個科學同埋 STEM 都有興趣嘅，咁我希望可以喺呢個常識比賽度可以得獎咯。呢個係政府部門舉辦，我覺得比較隆重一啲啦，可能會緊張一啲啦，但係我哋都有去溫習資料嘅。呢度比賽唔單止係為咗提升我自己咧，亦都係為咗可以向其他人證明咧男女平等，女仔都有呢個能力可以參加呢啲比賽啦。喺網上面有查過呢度比賽相關啲資料啦，亦都有去咧實體，然後去揾老師去打印一啲資料攞嚟複習同埋去睇一下。我係對呢一方面比較有興趣嘅，即係例如 AI 啊、機械人嗰啲咯，因為都有幾個競爭性，所以都可以快速增長知識咯。我都會想參加一種比賽，睇下增長見識咯。